好，大家根本嘅第一隻主要嘅目的係乜嘅咧？咁我學一隻合法嘅機型了。先老大家分享基本嘅機型係你要穿什麼乜嘅，哦，你要做乜嘅，後背咧嘅乜嘅咧，就係比如講嘅衫、褲、裙，甚至鞋，好，比如講啊，去運動嘅計下。去食飯嘅計下，去參加公司尾牙計下，去參加朋友婚禮計下，聽錯做嘅衫褲絕對會冇重要。有上司嘅有啲尾牙會有乜嘅 dress code， 即係講嘅特殊嘅服裝嘅規定，可能會老同事先約好，先評好先來講。聽講呢個公司尾牙，大家愛做乜嘅色嘅衫。愛做乜嘅形式嘅一個 dress code， 吼，呢種係當時用嘅機嘅吼，嘅合法地度嘅，你要穿什麼都帶按樣板型講咧，向下來講一擺吼，愛做乜嘅，愛做乜嘅，你要穿什麼？你要穿什麼？下邊咧，比如講，愛做乜嘅衫？愛做乜嘅衫？你要穿什麼衣服？你要穿什麼衣服？好，你係上半身，係嘛？個下來咧，假使有人好做裙。你就做人問佢講，愛做乜嘅裙？愛做乜嘅裙？你要穿什麼裙子？你要穿什麼裙子？啊，比如講有可能係 dress code 係，大家可能聽講嘅全部愛做蘇格蘭裙，就算西拉也沒有做裙，按你沒做的。除咗裙以外咧，還有，愛做乜嘅褲？愛做乜嘅褲？你要穿什麼褲子？你要穿什麼褲子？可能牛仔褲啊，可能係下正式嘅西裝褲，係看冇重要嘅場合，係嘛？記得第二篇我提醒大家，加講到係衫、裙、褲，甚至係鞋。全部做唔得假嘅哦，做唔得講衫嘅、褲嘅、裙嘅、鞋嘅，做唔得，千萬要記得啦，好，一下大家就學會咧，愛做乜嘅，你要穿什麼，呢隻機型咧，都帶啲基本嘅劇情地度，按樣板去用到一個機型咧，來看一下牙齒、老牙頭，記得。都帶會讀到那條神奇嘅事情了。